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关心到疫情这个部分哈。咱看到讲今日本土病例是3例，境外移入5例啦吼，疫情是小可有变化。安怎讲？咱看讲昨一个手哦，就增加10几例啦吼。其中咱看到讲新北市佫有一个家庭群聚的感染吼，这个人传互9个人啦吼。好，你家在，咱讲因这个 CT 数值吼，咱讲较悬啊，无传染力，嘛代表讲吼，咱讲病毒可能流传一阵啊，对社区吼可能有啥物影响，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但是咱讲看到讲三甲这个10个确诊去做一寡血清的这个抗体，好友嘛讲吼，这10个人可能是传1个月吼，大概是旧的案例啊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最近台湾出现几啊例吼，咱过去讲过。突破性的这个感染，就是讲住完整的2社，甚至是3社吼，14天了后，佮出现确诊的这个部分，大家较关心的，亲像是咱讲的机组人员头一例啦吼。所以安怎讲呢？有人咧烦恼讲吼，原本大家关心的，就是讲住完2社的这个机组人员，因过去啦吼，讲是加强版的7天，咱讲自主管理的这个规定，即阵是毋是爱佮变较严格的吼？另外咱讲吼，另外一个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是咱看，伊是住的吼，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疫苗，或者地辉啦吼。咱看到讲，这个疫苗较特别，爱住3当下，但是咧，同款要是确诊这个个案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感染，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来好好注意的就是讲吼，这个咱国产疫苗高端注料吼。1礼拜吼，受到几站咱讲疫苗不良反应，甚至有死亡这个案例啦吼。咱嘛看到讲有一寡这个注文的人无来去注射，有这个小可提悬吼。咱嘛看到讲 BNT 即阵要来啊，对咱台湾规个吼疫苗的这个涵盖率安怎来去做进展？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要请中研院生理所兼任研究员何碧香何教授，你好。阿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医师，你好。主持人、咱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永炎医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3位拢是咱老朋友吼，共同来守护咱讲疫情真正莫摊开。今仔日咱嘛讲伫吼要做真侪种吼，即个突破的突破性的感染的即个讨论吼。头一个咱要来看讲指挥中心安怎来去看讲即个高端注射涵盖率另外咱嘛看到讲 BNT 要到底这疫苗安怎分配，大家真关心，先做来看。那本土的病例有3例，3例都在台北新北市。那境外移入的有5例，7天以来整体这个高端的接种率是如果算下来是86.53%单纯就是说要打第3剂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量是够不过我们也不排除因应可能一个供货或等等的相关的问题我们会买的比我们所需要的还要更多。那目前是已经有订购莫德纳2000万剂。那这个基本的，如果打第3剂应该是够。那第二，学校停课标准不会定，不会改了那当然，停课了之后，可以根据后续的一些检验的情况的了解，那再来判定是不是要赶快来复课。是大家真关心，就讲这 BNT 陆陆续续会来甲台湾到底咱讲这个疫苗安怎去分配，大家真关心。但是高端者咱等下有一寡这个数字嘛要分享大家来去做一寡参考啦首先要来请教这个何教授，咱讲这个新北市出现着这个群聚感染，咱讲进前2天已经是连续2天零确诊但是小连说，咱看到讲有10几例伫咧新北市，今仔日嘛是3例拢集中伫咧咱看到新北市这个部分安怎来去解读这个部分呢？尤其咱咧讲社区可能是介无风险敢真正是安尼咧？这我本来就有讲就因为有这个社区的感染了，就是对这个艋舺开始双北这个事件真麻烦，无当个会清零啦，所以咱爱接受讲这病毒有咧社区啦。是。但是伊若有咧社区慢慢啊咧传染只要咱无去影响到咱的医疗，医疗的这个能力的资源，就是讲真侪人拢是轻症因为是安怎呢？我一直讲
咱即马要甲即个病毒甲清了吼，是真无可能的代志。是。啊，即马资料拢显示吼，踮咧英国的资料拄出来，拢显示讲吼，有英国有感染到的人，即马来对付即个 Delta 病毒的时阵吼，伊的效果拢实在是较好。是。啊，这吼比注预防针搁较好。所以意思就是讲，我最上头的就开始一直讲对即个 COVID-19 吼，咱爱想讲感染吼，感染到的人是，甲迄落重病无共款，是，就是讲咱来甲这分开，咱也毋惊感染，咱惊的是讲重症吼，重症还是死亡，所以即马来看讲，我本来就预测讲清零，我讲零啊无要紧啊，即马若一个出来，若有规家伙啊，就搁变2位数啊，竟然是安尼。竟然是安尼。竟然是安尼，因为咱知影讲，踮咧厝内底传染的机会是真较大的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今仔新北市甲人讲，好，你家在这应该是算是旧案吼，尤其因去看一寡这个血清抗体拢是阳性吼，嘛代表讲可能已经传染1个月这个时间吼。咱即阵嘛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大家是较惊吓的这个部分吼，尤其是家庭。但是咱嘛过去讲，家庭内底本早就较容易吼，较会喂来喂去啦吼。所以安怎来看讲，指挥中心看这回这个事件，先做来看。新冠本土疫情29日手新增加13例，其中伫新北市三峡的家庭烧的群聚案，就有10个人确诊。根据卫生局掌握的资料，这个火除了1个人的 CT 值是29，其他9个人的 CT 值拢超过30，研判应该是袂阁喂互别人。不过外界又是烦恼讲，新冠病毒敢是也会出现伫社区？这个群聚的案件是告诉我们说，台湾还是有隐形传染链的风险哦。虽然我们有几天个位数甚至归零，但是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新冠病毒。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病毒的一个潜伏。医师表示 ，CT 值悬，主要爱烦恼的是，这个个案伫确诊进前，也唔知影家己体内有病毒，已经伫社区活动嘛有传播力。不过目前看起来，国内主要的英国变种病毒株并无大规模流行的趋势，显示居家隔离等等的防疫措施，也是有甲疫情收掉的。另外，29日为中国返来台湾本国籍50外岁的女性，伫入境进前已经有注过3档中国的智慧疫苗，不过伫检疫期间，又是出现症状，而且采检确诊，嘛引起大家关注。突破性感染是接种过疫苗以后再产生的感染中最常见的一种，叫做突破性感染。那智慧疫苗它这种次单位的蛋白疫苗，所以它当然也有可能产生。不管是中国的疫苗，或者是甚至 BNT、莫德纳或是 AZ 疫苗，都可能产生这种现象。只不过打中国的疫苗呢，事实上它的临床效果呢，可能不比这些莫德纳啦、BNT 的 AZ 效果好。医师表示，根据美国的经验，做2档 BNT 了后，佫去活着的机会差不多是1/1000，所以其他疫苗当然嘛是有这个可能性。显示民众注过疫苗了后，防疫措施也是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咧讲新北市有人讲吼，这个群聚感染吼，家庭内底这部分，另外佫有这个百货公司有这个员工确诊的这部分吼，所以咱看到讲，大家也是真细致吼，市政府开始做一寡这个消毒，啊嘛停止这个营业啊吼。但是咱若看这张表来去看讲，8月70到8月29，拢总开检4万外人哦，差不多要5万人哦。啊 PCR 阳性的人才验到13个，然后表示讲阳性率已经比过去咱咧讲的5%、10%，迄个时阵已经降真济吼，代表讲咱社区也是吼有一寡这个风险，但是已经真安全啦吼。感谢安尼讲，咱佫继续请教洪医师啦。拄好咱何教授有讲了，某一个程度，叫这个 COVID-19 的病毒吼，共同存在吼，是啊，咱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啦。是，因为要清零吼，实际上真困难啦。所以拄好咱看到迄个表吼，是，基本上大量的这体检吼。迄个阳性的状况已经降低足多啦。我用另外一个数字吼来甲大家观众朋友报告讲，咱的政府吼开始要做的另外一个代志啦。是，因为5月份咱有3级的这个警戒的时候，每一个县市政府伫足侪所在设咱迄个叫做快筛的筛检站 ，PCR 安尼咧采检，要安尼就慢慢
迄个集中伫大型的病院做这体检吼。啊，以咱台北市政府来讲的是啊，对4月初5到7月31日，即将近要花3个月的时间吼，总共吼送去病院做 PCR 的体检593个啦。内底吼阳性的病人吼发现25个啦。是。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咱若去社区的体检的时候，是民众感觉有怪怪。OK。所以伊去迄个免费的体检的所在。啊，那伫咧病院呢，大部分是经过基站的诊所转诊，或者是伊即个人感觉伊有啥物怪怪，或者是伊爱转去病院做检查、做住院、做手术，啊，伊爱做即个 PCR， 是，采用咱即边拄我讲的三甲有无吼？即个一个传落9个这，是，伊嘛是无啥物镜头，因为伊要转去病院做检查，是，啊，然后按规定伊来体检，所以某一个程度就是讲，感觉有怪怪的民众，伫咧过去是经过社区的体检，慢慢转来病院恢复医疗的量能了后，即个要入去病院，即体检变做一个足重要的把关。然后咱中央卫生指挥中心正刚嘛宣布啊，开始要鼓励咱基层的诊所，由国家提供公费的快筛，是来个体检讲，病人若感觉怪怪，咱就甲体检。体检若有阳性的 ，OK， 就紧送登去病院，是做进一步 PCR 检查。即个制度吼，你台北市我拄仔讲的，这3个月内底吼，伊个有一奖励的一个迄个方法，奖励病院鼓励啦吼，是。就是基站啊，每转一个病人。有电子转诊吼，互你200块 ，OK， 然后那有体检出是阳性的，互迄个体检的病院5000块的奖励 ，OK， 转诊的这个诊所1万块的奖励，哦，所以基本上吼，这毋是讲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是讲大家感觉讲，某一个程度咱若负担诊所，因为来做这体检的时候吼，无论讲是 PCR， 是，还是讲叫做快筛，伊拢爱负担一个传染的迄个风险的迄个所在，所以咱的服务的迄个动线，还是讲咱的装备，某一个程度，还是咱的通风，拢爱做准备啦。所以迄个负担，防疫的负担是其实是增加的。是，咱嘛讲吼，这可能是这个通报者吼买手，伫咧咱甲级以后，还是讲甚至咱个2级降1级，这是非常重要。伫咧社区也好，吼诊所还是病院讲，拢有做一寡吼，这个体检的这个机制吼。咱讲过去吼，这叫做 sampling 吼，抽样，伊共款伫咧社区还是病院遐做抽样啦吼，体检爱家体出来。但是咱即阵嘛咧讨论讲吼，这个境外移入非常的这个济啦，尤其咱讲全球疫情，无像台湾遮尔防疫较好势吼，所以咱看到讲有一寡案例自国外倒来，拢看到讲已经注意方式是安怎个确诊，尤其大家较关心的是这个机组人员吼，头一个咱头讲到，伊可能做2期写了14天拢满哦，共款确诊。另外，咱也好来讨论即期啦吼，做中国的这个智慧，伊是来做3期写，咱先搁请教这个林医师啦吼，咱过去嘛讲，这可能是吼注意方式了后。大家拢总吼有期待伊的这个保护性，但是你若是无做防疫，后共款嘛是会确诊。但是有人咧讨论讲，机组人员遮是毋是要加强吼？伊讲7天自主管理啊，加强版即阵还阁提悬这个工数，你安怎看咧？对啦，我想加强应该是应该做的代志，因为咱即马其实咱上惊迄个印度迄个病毒的迄个即个种入来嘛，所以咱即马对。国外入来，咱事实上是有真正有加强哦，是比较早较加强哦。你会记咱较早台湾是安怎变做遐几百个人咧流行，就是安尼来，就是对于这华航的机师入来嘛。但是这个有争议啦，到底是毋是因安尼？但是你要讲争议嘛会使讲无确定，但是可能有真有可能哦，因为迄个正甲迄个落尾迄个这个万华迄个地点啊，基因定数是相共的。伊核酸的迄个顺序吼是真亲像，我会记迄个副署长有讲即个代志啊。伊若讲即个核酸也真亲像，虽然是讲共款是迄个英国的即个种，但是你若英国种共款英国种，你第一个看伊的核酸的迄个顺序是毋是有真相款？若讲真相，我想感觉就有可能。咱是讲
我生一个囝，虽然我是 O 型的，伊也 O 型的，无一定讲伊就是我的囝，无毋对。但是我若个即个，咱会当去做迄个，比如讲吼，去看迄个内面的迄个什么，咱基因吼，内面有足侪有亲像无，啊，若个有亲像，还着佫女性啊。OK， 吼，所以袂当讲。O 型，我 O 型就是一定亲子关系就是一定是，但是你嘛袂当讲一定嘛毋是，所以咱来个进一步去看伊内面的更较详细的资料，咱会当个知影讲可能性有偌悬啦。是，讲到这个吼，咱讲技术人员是要加强哈。头拄啊，咱佫请教这个何教授吼，安怎回应林秘书？咱讲可能伫咧技术人员这块咧。技术人员是安尼啦，因为技术人，咱迄阵5月的时阵，咱拢无人咧出国嘛，所以干那技术人员会甲带入来尔。啊，迄阵嘛是，伊就是讲伊对倒会来，咱就甲伊注意。但是即马吼，大家拢开始咧出国，即马出国的人嘛是真侪。啊，即马对倒位来，逐位拢嘛是Delta病毒，拢是。所以我是感觉啊，咱佫开始咧注意风险。所以有要加强，无要加强，我较无意见。我是感觉较重要的就是即马的作为吼，伊这技术人员袂使偷工减料。你甲伊讲你点样厝的，啊你就点样厝的。OK。伊若照常吼，照正工甲你做吼，我感觉是可能是有够啊啦。OK。因为即马你注意风险了，伊的病毒嘛是会出来是。你会去甲检查，啊，即马若低的时阵，你一定检查会出来。啊，若较悬的时阵，若CT值较悬的时阵，你可能你就莫遐烦恼啊。所以这当然有经验的人会当去研究，但是我感觉较重要的是，咱不管咱的规定是安怎，伊就照正工甲你做。OK， 安尼是上重要的。照起工啦吼。照起工甲你做。另外，咱要来搁看另外一个案例嘛，是同款境外移。头拄咱讲技术这嘛是一个境外移入吼，啊，另外这个境外移入的较重要的是讲，伊自中国入来吼，啊，伊住完3档。这支是爱住3档吼，做智慧，咱头拄讲到，同款嘛是突破性感染啦吼，啊，这支吼是这个定做281个这个疫苗啦吼，咱搁先请教这个何教授啦吼，这支社吼同款住3期嘛是有突破性，啊，大家咧讲中国疫苗无效啦吼，所以伫遮证明无效，安尼敢对？我是咱安尼想，即马不管你住都一项预防社，拢共款，拢共款有。突破性的感染，吼，是敢若有诶较侪一点，有诶较少一点，这是真困难。我是感觉即个中国即个疫苗较趣味，就是咱来看一下。3档性。3档，伊就是初始剂量就是3档，就是讲你开始做诶时阵就是1、2、3，吼，就是3档。但是你也知影，咱的 B 型肝炎的疫苗嘛是3档啊，1、2、3嘛是3档啊。所以啊，今个古巴迄嘛是3档，所以。咱来注意来看即个吼，伊住3档，啊，伊即马伊有踮咧第2个，就是讲住第2档的时阵吼，伊的迄个阳性率吼有76%甲72%。是。吼，这就是你会记得咱的连啊，阳性是多少？阳性2%是80几啊。是。所以比个较好一点嘛。OK。所以啊，伊住3档，啊，古巴迄个国家，因的迄个次单位嘛是住3档，是，好，所以我即马要讲啥，就是讲咱连的疫苗可能无比迄个较歹。所以伊若是讲啊，一开始我就甲伊讲，我毋是住2档，我住3档，可能伊就 EUA 就过啊。是。哦。因为次单位的疫苗需要3档的机会吼。应该是蛮多的啦，因为咱讲鼻腔肝炎过去咧做嘛是做3项。即摆伊即个疫苗真趣味，即个疫苗嘛是 RBD， 就是一个真细，第二真细的抗原，就是 RBD 的抗原，第2个抗原是吼跟联雅是一样。哦。但是伊做一项代志，伊就是甲伊吼，伊迄基因工程甲伊做2个做伙，所以一个双分子。OK。这一点嘛无共款。啊伊用的真简单嘛是铝胶尔，吼就是。迄个佐剂嘛是干那铝胶尔，无啥物特别。所以咱安尼甲看的时，咱连应该袂比伊搁较歹。咱安尼甲想是科学的讨论啦吼。啊，看有一点啊，有啥物机会吼，去甲伊补救，嘛是一个机会啦。是咱自讲吼，这个中国智慧这支社伊爱做3档来共款看讲，咱的这个联雅疫苗过去讲做2社可能吼去用 EUA 驳回啦吼，可能伊这个若是小可搁设计一个改一个，
注3当下可能会当哦。啊，佫一个连阿伊伫咧讲啊，咱来看吼，咱即样讲脱症就是突破性感染吼，就是即张。好，突破性感染，即马在英国拄才出来的资料，真趣味就是讲开始的时阵，0.0遐下面就是讲吼，咱注意方式14天了，就是0天遐开始。OK， 你看迄青就是迄顶头迄青就是 AZ，就是讲确诊的几率，好，伊就比 BNT 较悬安尼吼，好，就是一减掉确诊的几率，就是它的保护性。是，所以吼 ，AZ 的保护性差不多3档，6成吼，6成。OK。啊 ，BNT 较悬一撮，到尾也是6成，开始的时阵是7成。OK。啊 ，BNT 开始的时阵9成，啊，甲3个月了，差不多7成。OK。你看这两条线吼，无平行。所以连啊一直咧讲的就是讲，我的抗体吼维持了较好，伊无咧落。啊，这咱是唔知，伊踮咧记者会安尼咧讲，所以伊当中呼吁讲爱看半年。这吼咩咩角角的物件吼，我是安尼讲啦吼，一个疫苗咱甲开始研发、甲制造，还是足侪人的心血啦。有影。足侪人啊，足侪资源啦。是。啊，咱来伊若是好的疫苗，咱就要尽量来用啊，咱少那袂用，因为嘛是真侪人喜欢吼这。次单位的疫苗，敢若较安全啊。是，咱是做讨论安尼来讲啊，吼，这是一个真科学的问题啦。有影，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疫苗吼是哪来哪济啊？咱即阵有看到讲，第一下咱是 AZ 来个台湾，第2个部分是 Moderna， 第3下是咱家己国产的 BNT。伫咧9月，咱嘛真欢迎、真期待啦。尤其咱看到讲，顶礼拜这个消息。哇，200万吨吼，可能陆陆续续都要伫吼，咱讲已经甲伊切断啊吼，切断啊，咱台湾遮吼，大家真期待。但是吼，大家对着高端吼，甲 BNT， 咱头拄嘛讲着，要注这个高端的人，小可有较减去啦，好嘛？因为有一寡这个因素，咱先做来看。29阁标出13例本土病例，其中阁有包括学生，加上9月初1都要开学啊，学校的防疫是第一要紧。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疫情指挥中心视察，嘛召开防疫会议，针对 BNT 疫苗可能会伫最近送来台湾，18岁至20岁的少年人，敢有机会会当纳入去注射的名单。苏贞昌爱大家放心。现在疫苗也陆续将到货，应该可以往更年轻的族群施打，请大家放心。各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抢疫苗，我们指挥中心也已经预购。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等，只要对防疫有需要，我们都超前部署。也感谢郭董的善意提醒。苏贞昌强调讲，明年采购疫苗的代志，政府已经有量早部署。因为伊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伫人面册甲政府提出建议，采购疫苗的策略应该爱量早传互边。伊嘛有甲 BNT 探问，明年可能会替台湾保留3000万吨的疫苗，而且目前的回应是真好。伊嘛表示，希望头一批 BNT 疫苗会当伫9月份中秋节迄卡刀小连续送来台湾，至少到11月份的时阵，拢会当逐礼拜有回到位。目前今年已经有答应会送到位的，差不多是800万至900万吨。如果现在郭董有确实争取到有可能 BNT 原厂愿意明年释出3000万剂的扣打，我想政府应该指挥中心应该要尽快的、积极的来跟郭董讨论如何把这 BNT 疫苗留下来。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29为止，伫医药平台登记要注 BNT 疫苗的民众有要300万人。苏贞昌真感谢台积电、鸿海永龄、甲朱济真热心捐疫苗。不过，针对郭台铭讲，明年可能会有3000万吨 BNT 疫苗的代志，苏贞昌干那以感谢郭台铭善意的提醒来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咱嘛要注意着讲，有一个吼，一群少年人可能18岁至20岁吼，心理上较过袂过啦吼，因为迄当阵讲 BNT 来的时阵，12岁、17岁生注，但是即阵行政院来讲啊，大家放心啦，拢注会着。另外，咱嘛头拄看到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嘛提醒着讲，哇，政府你都要量早准备讲未来这个疫苗。头拄咱嘛看讲苏贞昌吼，伊讲啥？伊讲政府已经量早开始准备啊啦吼。买的是啥物？买的是这个 Moderna。咱即摆就来好好来讲着，这4支社吼，咱台湾安怎来去分配吼？咱看到讲，即阵这个驻文的人吼，这个高端共款是维持
差不多62万外人啦吼。啊，虽然有小可较降低，但是咱讲整体来讲，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比例伫咧吼。啊，咱等下嘛当看到讲，即阵已经做偌济啦吼。另外吼，因为这个咱讲到增加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这个 Pfizer BNT 啦，2996797人，当然吼，有人讲这支社吼就是咱讲是复必泰啦、复必泰啦吼，啊伊的这个因疫苗吼，甲这个 BNT Pfizer 拢总无共吼。咱阁先请教这个洪医师，安怎看这回啊？咱即阵有4支社疫苗政策，有人讲是顺，啊有人讲是乱，你感觉啥物？某一个程度头前吼，上重要问题就是数量吼无够，啊资讯吼不透明。OK， 无人会知影后壁咱两个做了啥。啊，我即当写资料。过偌久，我有机会做了第2档。OK。啊，国家的政策到底是要强调第1剂的覆盖率，还是讲资料第2剂时间若够，伊就有充足的疫苗，用嚟互大家来做。是。这其实是头前较混乱啦。啊，会安尼原因，应该大家拢我都体谅啦。因为咱国家的各种关系，是。咱大家敢若到进。高端的疫苗，是咱家己国产的，是其他拢咱的进口，有受到足侪原因来这个限制。所以某一个程度，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甲咱讲的，伊若敢挂保证，有啥物疫苗，咱就做啥物疫苗，是，这基本上是对的啦，是对的。但是某一个程度，咱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前2-3个月前啦，就一直伫咧研究。啊，咱咧 review 国外的文献，就发现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研究的事实。纽英格兰 Journal of Medicine 内底有讲了，第1剂若是来做 AZ 的时候，是，咱迄阵2个月前就知影，咱国家今年度会买1,000万剂的 AZ 啊。是，第1剂若做 AZ， 伊用咧交足侪疫苗，第2剂来混搭啦。混搭以后呢，迄个免疫的效果会比AZ 加 AZ 搁较好啦，是，所以英国这个报告，伊内底结论是讲吼，对台湾参与这种疫苗，要摕到疫苗足无稳定的国家来讲，应该就爱是 AZ 吼混搭 mRNA 是疫苗的，是最大的利益啦。但是咱回想到迄当阵疫苗入来这个顺序 ，AZ 先 Moderna 小部分来，但是一个手美国商人250万。所以迄个关系嘛是有存在啦吼。对啊，所以就是我拄我要讲的讲，头前咱也无好意思讲吼，你做这个批判啦，大家真正拢足认真啦。OK。啊，所以即马开始足欢喜的就是讲，咱无论企业家也好，宗教团体也好，甲咱讲今年度还是到明年要替咱买1500万剂嘛。啊，佫甲咱提醒爱超前部署嘛，明年爱3000万剂。啊，咱中央政府逐期已经嘛编预算啊，要买2000万剂啦。啊，所以咱嘛佫要甲迄个 AZ 疫苗买啊。啊，我相信高端伊嘛会继续生产啦。所以基本上明年度疫苗咱应该是无啥物问题。OK。啊，然后呢，拄我讲的一个足重要的啦，注这疫苗吼，世代的正义足重要的。哦。我离咧差不多吼半个月进前吼。你咧风传媒，我有投稿一篇文章啦，一篇文章，我的题目来讲吼，做疫苗爱重视吼世代的正义啦。因为你咧半个月前、1个月前吼，某一个程度吼开始做 AZ 啊，发生事故了后，咱中辈无要做，啊，大家抢要做莫德纳，吼啊，然后呢，少年囡仔抢要来做，嘛拢做无啊。我听了足侪少年囡仔，还是因的父母甲我讲，因足心酸的一个经验啦。迄囡仔明明就7个月就要出国啊，然后呢，想要踮咧台湾做第1档的疫苗，咱指挥官讲爱去看伊留学的迄个国家有提供疫苗无？我感觉讲，互一个咱台湾的少年囡仔20通岁啊尔，去到一个完全拢无熟悉的一个所在，爱搁去想办法去打听。要去对伊做疫苗，什么时候才做会着？咱国家哪会袂使提供伊第1档疫苗，互伊家己较安心，互伊的因兜的父母也用个安心。有足侪人要去越南，要去秘鲁，要去对台商要拍拼。啊，这第1档疫苗，咱敢明个
该帮忙是当然啦，咱讲吼要去国外吼，真侪人要去，但是也有真侪人伫咧国内嘛是咧等疫苗吼。相信拢有无共款这个声音咧等疫苗吼，所以相信这个指挥官一头嘛真疼，讲我到底疫苗要安怎分配，但是公平拢是共款的。你要去国外，我伫国内，我共款嘛是有风险啦，应该是安尼来讲吼。啊，继续咱搁请教林医师吼，即阵若是讲加 BNT 有4期车啦吼，啊，咱嘛看到讲高端因为有一寡例不良反应。吼，可能有这个死亡这个部分，咱一个好好先来看。新增这个例吼，42岁吼，查某人吼，伊有一寡这个慢性病啦吼，啊伊本地吼伫咧24即天吼去27即天啦吼，去拄着车祸买手，伊本早佫无代志哦，行的时阵突然间昏倒吼，啊来过身吼，啊其他案例吼，第一个咱看到的是这个吼作家啦吼。啊，伊当阵嘛伫这个面册头顶讲，哦，伊注预防车，注高端，干那要注即支，尤其佮带因兜的吼厝内底吼，这个逝世3个人一口罩来去注，啊，但是伊嘛是不幸吼过身，啊，伊破腹了后检查出来，伊主动脉吼有一寡吼有原因伫吼，啊尾手佮合并心部这个膜炎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家人这个41岁这个女性吼，共款伊本早这个胸坎杂吼，这个头疼头晕，加这个症候。咧等的时阵，哦，本地可能检查无代志后，啥啦咧等的时阵，吼，高雄请公司啦，吼，啊，共款嘛是主动脉，吼，这个部分吼，隶属于这个心血管塌掉啦，吼，啊，有人就讲，哇，注高端这支，咱讲什么？主动脉可能有这个出一寡这个问题，但是咱讲主动脉吼有出问题，可能一年内底有200件啦，吼，是毋是咱过去讲背景的这个部分咧？咱先请教医师。对啦，我想。虽然注高端疫苗有6例的死亡，但是其中两例呢是甲主动脉的就讲裂开吼，破开有关系嘛。啊，你讲注高端疫苗讲的去主动脉去裂开，去破开，我想这是无可能的。你若讲这有关系，你用笑死啦。OK。哦，啊，这确实是较证明有的嘛，吼。啊，搁有一个呢是。中毒的，就讲伊食毒的，吼，食毒吼，啊，食毒这因家属都拢无意义啊，所以我想应该因家属也甲知影讲，哦，啊，这应该是甲你这个食毒有关系啦，吼，所以我想这也无啥问题。啊，搁一个甲腰鞘的癌症有关系，OK，啊，腰鞘的癌症其实实在是真严重的癌症，普通你若发现讲你这个腰鞘有癌症吼，普通哦，有当时啊几个月。甚至讲1、2年内面，哎，足少个活过1、2年的啦。OK。所以伊本来就是真风险真大的病人啦，吼。所以我感觉这个你要讲安怎，我想是嘛袂当讲是高端疫苗引起的。但是当然咱嘛会当讲，你若真正讲你一个病吼，已经你真歹医啊。我比如讲伊无偌久，伊个剩偌久也无通偌久的吼，嘛免讲啦，我是感觉免讲啦吼。这是国外嘛是有一寡老人吼，爱足侪病的人吼，啊，就你就知影讲伊可能去活无偌久，啊，你去勉强甲做这些，我感觉无啥意义啦。OK， 咱过来请教洪医师吼，头拄仔咱私底下咧讲的时阵，今日记者吼，这个吼问陈时中吼，讲哇，过去咧做试验的时阵，有19项吼，咱讲有一寡这个禁期的人吼，袂使去注射，但是伊拢无公布，刚才公布啥吼？这个负人人有新的负人人。袂当去做啊！另外一项啦，咱继续搁请教洪医师来补充啊，就是讲资讯是毋是有够透明？但是今仔陈时中嘛讲吼，这试验甲咱讲买手咧公布这物件是无共款。伊试验是咧排除一寡咱讲一寡这个风险族群，伊做这个实验的时阵啊，甲伊排除掉，所以伊才会当得到吼正确的数字。但是你有无共款的意见？啊，这社会上有一寡声音啦，加较严格的声音啦，咧批判来讲吼，啊高端伫咧美国吼。啊，叫做 clinical trials，gov， 吼，就是讲中文来讲，全世界哦临床的这个资料库，咧做实验的资料库，内底高端伊内底有写19种是病吼，无适合注这档疫苗啦。啊，伫咧吼，去年度高端伫咧收案吼，做第2期的实验的时候，伊嘛讲了5种人吼，伊无要做这个实验啦。第一种吼，无稳定的慢性病的病人；第2种吼，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第3种吼，一个月内底有重大的手术，搁再来就是癌症。最后就是咱那个怀孕交迄个哺乳的孕妇啊。OK。
即我相信是要保护囡仔，要保护即病人啦。拄林医师讲的，癌症本来就是高风险的情况啦。但是吼，就是讲即寡人交即边讲即人个死亡的人，敢有啥物关系？我唔敢讲啦。但是我是足希望有即种状况的，讲咱用来考虑啦。例如讲，咱吼确诊的病人到台湾到今为止吼，要16000人啦，16000例啦。是。内底吼834个吼死亡啦。是。这个时间吼，轴线已经拖蛮久了。咱虽然有一个讲叫做吼这个叫做疫苗接种不良反应吼，是一个委员会来判断吼，敢卖做拄仔讲的破毒啦，还是来判断伊是有关系无关系啦。我就希望讲吼，这个委员会吼，某一个程度，伊是什么人、什么专家所组成的，然后呢，每个月定期来公布讲吼有关系还是无关系。安尼吼，用去互咱的百姓吼加较心安啦。是。若无的时候吼，我家己印象上深刻是，我顶礼拜我的诊所因为咧提供吼，高端疫苗的这个注射啦。一个少年囡仔吼，咱爱拜托伊休困30分钟。伊差10分钟，伊就要离开啦。因太太甲伊讲，医生拄啊毋是讲爱30分钟。伊甲因太太讲，迄无关系啦。我要来转啊啦，我转去啦，万一若倒落去吼，政府一定讲吼，伊家己有黑骨喘啦。交疫苗无关系啦。阮太太拄我咧边仔啦，听着伊就惊讶讲这代志。是。这代表什么代志呢？咱政府过去吼，几个月的迄个作为啦吼，互咱的百姓吼，拢感觉是推卸责任啦。所以讲，你无法度提供一个公正，互咱用个有信赖的一个资料、资讯，互咱百姓。咱规工发生代志，政府就讲这个是伤大颗，100几公斤，马上人来吐槽，无到100公斤，90几那呢。吼，但是这个某一个程度来讲，哪会用去做的代志，咱政府无要努力来个做。这资讯的公开哈，还有刚刚讲的专业的一个判断的委员会哈，它也是要受到监督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一方面我们未来用个再做较好一些哦，我相信这寡副作用也无不良的反应哈，民众渐渐就用去接受，因为每一种的疫苗啦，拢有不良的反应啦，每一种的疫苗嘛是会造成这事故啦。咱总是事故会足唔甘啦，但是爱互百姓有一个信心嘿。咱先来看讲吼，即阵注射到底注偌济重啊吼？即阵全台湾吼，统计到吼，昨8月29啦吼，8月30吼，今日10点吼，但是这是8月29这个数字吼，差不多已经注1000万重去啊吼 ，AZ 653万外重啦吼，Moderna 370外重。另外，这个高端差不多60几万重，即阵咱疫苗涵盖率差不多42.63啦吼。当然，咱有个人讲吼，要到6成到8成之间，还佫有一寡努力的空间。但是相信 BNT 到了后，咱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涵盖率第一下会较松透一寡吼。头拄洪医师一直有咧讲的，就是咱疫苗不良反应吼，也是讲咱这个注射到底死偌济人。当然，咱嘛讲到。死亡真正，咱真正唔甘，但是咱过去一定有讨论过是啥物？咱讲有一寡老人吼，数字吼，咱讲这是背景吼，有一寡人可能伫这个年刀内底，就是会去过往的这个部分。咱来看讲一个一个看啦吼，即阵咱讲注遐尔济些 AZ 部分到底不良反应死亡的人数偌济？咱讲已经累计吼3月22到8月29，累计安尼548例。另外 Moderna 这个部分。129，高端住1礼拜有6例。好，咱安尼看起来，这个数字咱头拄仔吼，若是好去甲看起来，咱讲 AZ 即阵吼已经住653万重吼 ，Moderna 370外万重吼，高端是64万重。若是用这个数字，你若是数学较歹吼，即阵算互你看啦吼。咱讲即阵 total 来去算，差不多100万人内底有62个人会去过往吼 ，AZ 的部分较悬。83，就是100万有83个人会去过往。另外，Moderna 这个部分是34，高端因为也要注100万差不多60几万重啦吼。所以伊这数字若是家变做100万，伊可能有这个9.37
的人来去过往吼。安尼数字看起来，用数字来讲，这证明啥物？袂使证明啥啦，袂使证明啥。头一个看一个高端吼住的吼，拢是少年人。OK。所以一定就较低一点嘛。是。啊，当然你若看这个数字啊，当然迄是较低啦。所以这吼就是爱数字是数字，咱所有的物件吼，注意方式也是共款，还是传染也是共款，还是重症也是死亡共款，拢爱分吼年纪。年纪拢爱分年纪，咱再会当看讲安尼是安怎啦。所以这是一个科学的收集资料的一个方法。我是感觉咱吼，可能这个资料你去找拢找有，啊，咱普通人去找拢歹找啦。OK。你即摆 CDC， 无要紧 ，CDC 应该吼会当。用较简单的讲 COVID-19 的专区吼，啊，即马你爱看啥物物件？其实拢是有专区啦吼，亲像我去找，就是甲拍讲疫苗注射不良反应，啊，你就当找到这点，是，其实拢真清楚啦吼。所以搁请教洪医师啦吼，那照这张图，咱头拄讲100万人83 AstraZeneca AZ。Moderna 34，当然，咱咧回想的时阵，迄当阵做 AZ 的时阵，就一寡人讲哦，死真济死真。但是咱伫节目一直咧讲啥？一直咧讲，这都是时间上的问题尔。甲这其实到底有关系无？这其实拢爱做证明。所以头拄你讲吼，就是讲啊，高端的人吼，这个少年啊，当然伊是一个案例啦吼。但是伊讲伊有下肢，啊，尾手若是证明伊甲下肢可能有一寡这个原因，伊若甲伊讲这就是做完疫苗了后。不良事件甲下肢有关系，可能才会当完全证明，还是讲甲这个疫苗无关系，拢要甲分好清楚、写好清楚，是毋是安尼？是，拄啊，何教授讲的一个足重要的，兼年纪吼关联足大的。因为咱迄阵开始做是做 AG， 是第一批是做85岁以上的长辈，中南部做啊87岁以上。啊，搁第二点，伊毋是咧诊所做，你咧厝边头尾的诊所，毋是，伊是咧大型。的所在做为主，是，所以舟车的劳顿，啊，交天气遐尼炎热，啊，然后长辈阁有一寡慢性病，是，所以某一个程度，伊有较悬的这死亡的状况。某一个程度，年纪大的长辈，交年纪轻的长辈，是，死亡的这个状况有无吼？的数字本来嘛阁无共款啦，所以拄我讲的背景的这死亡的这数字本来就无共款啦。OK， 啊，伊后壁。你咧做即档预防下的环境条件又阁无共款，所以基本上咱看了 AG 有无？看起来较侪，其实要来比较，真正是无意义的物件。这是年岁较悬啊。对，咱来检讨，就是拄仔讲的年纪有关系无？注射的环境条件有关系无？所以阮顶礼拜交台北市医术工会有叫咱台北市政府吼，作为开一个防疫的即个会议啦，精进会议啦，阮有要求市长啦，迄个每个月爱提供吼。疫苗吼，伫咧无共款的所在，病院医学中心，还是地区的病院，还是诊所，伊到底做偌侪量？是。啊，然后呢，发生不良的反应，数字是偌侪？是。啊，然后伊的比例是偌侪？吼。啊，然后每个月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咱慢慢就用去了解，到底伫咧什么所在有无？吼。啊，交年纪还是？迄个所在有关系无？后壁能够找出一个较理想，去要来注射的所在。因为咱后壁上少看这款，是爱做到满年啦。是啊。啊，然后咱的做的量是足大的啦。啊，所以咱一定爱大家共同努力。一方面，伫咧保存病院吼足重要的重症治疗的这医疗的量能啦。是。啊，二方面，像种预防社有无吼？其实若会使尽量，就伫咧社区内底吼，民众上界熟悉的所在来。这个所在接种其实是上安全的所在。是啦，较安心吼。所以咱过去咧讲疫苗，咱的这个政策就是先对什么时大人来去做。所以迄当阵咱嘛讲到背景真重要。本地时大人都有一寡这个风险，也是讲伫咧吼这个时间，伊就会来去过身。啊，当然咱头拄一直咧讲的，就是讲真正咱对每一条生命拢是较珍惜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讲到好好来去讲这个数字。背景真重要，83万100万内底有83个人，可能过去是咱讲较年岁较大的，啊，注重Moderna就是较少年的有一批啦吼，啊，上少年的可能就是咱讲高端者，但是也是阁有一寡这案例，但是有一寡声音就出去啦，咱讲即阵住60几万人都有这6例，是毋是爱甲划停？
我袂当讲法庭的，你若要讲法庭哦，逐项拢停啊啦，逐项用啥都免做啊啦。是啊。你甲煮吼，你搁来煮盐水虾，你逐个甲煮盐水虾，你嘛是有过样的吼，逐个嘛足侪人会死去。所以袂当安尼算啊。啊，当然高端虾咧加哦，甲观察期有关系啦。我拢是有来观察一个月内面拢有来统计在内嘛有啊。OK。你只高端只煮几工尔，你所以7工一礼拜。对啦，所以袂当安尼统计啦。这无公平的比较啦。是。但是煮疫苗了，尾手本来就是有人会死，咱袂当讲哦。咱袂当讲今仔昨暗暝看电影，讲明仔载发生啥物病，你讲我看电影引起的。袂当咱看咱节目，明仔载讲得了迄个乐透第一得奖，咱讲是看咱节目，讲明仔载得第一得奖，讲我这看节目后边拢来看你的节目就好啊。安尼嘛好啦吼。袂当安尼去比较的。咱爱上重要是要确定迄个原因，即因果的关系是毋是有确定？是有咱咧高端这有诶，咱4例，会当讲咱其中的4例是确定讲无关系。OK。其中2例因为无进一步的说明，迄个政府也无伊甲紧急讲伊甲做司法的解剖，所以咱无爱度了解，我嘛无爱度去讲。是。还是其中4例，咱就确定讲这都无关系，就无关系啊。所以莫甲时间上吼，讲今仔做啥物代，明仔载发生啥物代，拢讲说是迄甲政府有关系，袂当安尼讲啦。有影。上重要是爱医学，咱爱信任医学专家吼。上好是政府一定爱一定爱去解剖。目前嘛是有一个奖励啊。你若讲发生问题，你去解剖，有30万的奖励伫遐嘛。当然有个人是亲人袂。感觉讲搁甲一个人诶，搁甲解剖，伊感觉无忍心嘛有人安尼啦吼。但是你若真正讲为了公共的利益，互伊做解剖，解剖了确定讲是有关系无关系，安尼是对大家拢有好处嘛。是，应该是讲奖励这个代志也是对啊。OK， 应该讲是慰问金啦吼，毋是一个奖励啦吼，就是讲甲伊讲因为可能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因素吼。互这个30万，做一寡这个丧葬的这个费用伫咧，佫转来，咱都讲这个背景，42岁、44岁、50几岁、39岁、47岁、41岁，有人就讲哇，这个族群真正较危险，高端这支，但是佫袂记哩，咱头拄讲的年岁，这个年岁就是这个时阵来去做的，因为因过去还无当做嘛来继续请教教授。伊主动脉，即摆敢若大家讲2个主动脉剥离吼。不然可能这支就安尼镜头。但是我有去看一个 AZ 嘛是有3个。我嘛是有。有3个其中一个死亡，这是咧英国的报告。是。但你搁去看主动脉剥离，即摆你若无注意风险，你得到 COVID-19，这嘛是有报告。OK。有一寡人。有一寡人就是讲，你要确诊的时阵，伊就主动脉就是有主动脉的问题。有一寡人就是讲有主动脉的问题来心肌有问题啊，甲你检查的时阵，你就同时确诊。所以这种有一点这是吼，虽然这毋是一个真常常看到的病，但是这嘛毋是真罕见的啦，嘛毋是安尼啦。所以这当然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吼，这 CDC 的资料应该真紧就甲咱讲吼，这个家庭无爱人去检查，咱这个案子就 close 无办法，还是讲咱就鼓励来，互咱咱较赶紧来甲伊厘清一下。是，吼，这是我感觉真重要啦，因为你若愈资料愈侪时阵，大家信心就愈有啦。你若即马嘛毋知影到底是安怎，敢你搁慢慢啊来吼，你搁就大家点坐看，就敢若真惊呢，这是。真重要，因为对开始注意风险吼，半世纪就是50年以来吼，咱就知影若有一点代志的时阵，一直风吹草动的时阵，就大家就唔敢去做啊。所以你要紧处理，因为你若无预防性若停的时阵吼，咱知影后果搁较唔好。这个涵盖率无够的时阵，买手要对抗到这个新入来这个病毒，咱真正无法度应用吼。另外咱嘛来讲吼，有的人讨论讲。哇，高端这支虾吼，这是2倍剂疫苗吼，有掺一寡物件吼，这是咱头拄讲的佐剂啦吼，佐剂可能会影响到死亡案例，敢安尼讲，袂使吧？伊的佐剂这2项佐剂也无新的啊，一个是 CPG， 迄是点的 B 型肝炎疫苗的咧用的一个，另外一个铝胶咱已经用到56年了，50年拢咧用啊，所以嘛无啥物新的物件，放在内底啊，所以。
佐剂唔是一个问题啦。OK， 所以另外啦吼，头拄啊，洪医师嘛有讲到吼，咱头拄啊讲完这个19项内底，咱也是看伊的这个有一寡慢性病，也是讲这个负人人的这个部分，医师去特别强调，但是亲像讲这19项，但是中间嘛讲啊，迄是咧做试验的这个无共，甲买手真正若是要去注射伊所公布的这个指引，有小可无共款。咱嘛是会当对遮即安尼的资料，咱嘛是会当。佮对一个这 ACIP 就是疫苗接种资讯小组吼，这是 CDC 内底的一个委员，咱嘛会当做一个批评啦。就是讲吼，那有遮，就是讲你即摆要做这个预防下，就是高端对无？你爱甲伊讲清楚，因为讲教是话，咱的保护力的效力咱唔知影，咱就讲保护效力咱唔知影，好就是对重症啊，对什么啊，你就对少年人你就先拍，你要讲清楚啊，因为大家吼有迄疫苗接种小组咧讲，什么保护力什么90%啦吼，李医师，迄拢安尼黑白讲安尼是足唔好的，你知无？安尼变成反而吼。你甲咱国家的标准拉低，咱大家要有啥物话，有啥物资料讲偌济话，咱就安尼甲人甲群众安尼来讲，咱大家对你点都较有信心，咱讲清楚，点都较有信心。啊，你若安尼黑白讲的时阵，大家甲你笑啊，啊，只要变成你后摆讲啥物，人甲你个无啥咧听。是，尤其咱即阵讲吼，咱高端这期吼是即个 EUA 或者是境别授权的这个部分尔啊，甲第3期咱也未做甲透露啦吼。所以过去咱嘛有讨论过，这李秉义医师讲吼，推测来讲。咱的这个高端疫苗有偌济拄偌济这个保护力，其实是拢无这个数字的啦。像这个医生来讲，咱嘛会当讲，这个疫苗无食的人、无注射的人的经验，咱嘛会当安尼讲啊。比如说，迄几个人，啊，你若感觉你有咧烦恼，咱就卖做，因为啊，佫有真侪会当选的嘛。OK。遐个人要佫来做这当下，一定嘛是想讲啊，这个下是较安全，是啊，伊正经是有影较安全啊，较温和啊，就咱做起来较无遐济负担，所以资料讲清楚实在是较重要。有影，咱嘛讲吼，即阵是这个3当下啦吼，未来 BNT 就真紧要入来，啊，咱头段嘛讲到，这个背景的这个物件一直拢有，就是讲什么时间有什么人会去过往，有偌济人会去过往，这拢是过去，若是照这个英国这个数字来看。拢真清楚吼，所以买手大家当按算着，若是有人死亡的时阵，有一寡人安怎讲？咱上尾来请洪医师啦。啊，这趋吉避凶吼，这是人性啦。BNT 还未伫台湾做过啦，还未去用报道讲有啥物副作用啦，所以大家会相信讲啊，伊是安全的啦，所以对伊就一期待啦。OK， 同款的道理嘛。你咧开始做 AG 的时候，哦，伊向讲啊一文不值啊。是啊，大家都期待吼，莫德纳。啊，莫德纳即马一礼拜开始做啊，发现伊嘛是有不良的反应啊。啊，即马就搁期待高端啦。啊，高端即马搁有共款不良反应啊。是。啊，所以搁期待，这叫做 BNT 啦。OK。所以拄我讲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要安怎甲即个客观用咧互相信的数字转换变做，伊是。交这个疫苗有关系无关系，的一个真好的说明。啊，经过专家大家用咧信赖，来定期公布这款消息。我相信大家慢慢就用了解。某一程度有风险，啊，伊嘛有利益，大家来共同承担。即阵安尼看起来，应该拢甲疫苗无关系啦，是毋是安尼？对啦，但毋是讲拢总啦，咱刚看起来哦，咱足侪拢无关系，但是毋是讲拢总，因为足侪咱无去做检查，无去做研究。所以无法度去讲啦，但是无法度去讲，嘛袂当讲有关系，嘛袂当讲完全无关系。啊，但是事实上，你所有的疫苗资料都有可能发生啥问题吼。啊，当然说尽量医学是有限的嘛，啊，继续咧进步的。你若讲有法度去继续做研究，去做解剖，安尼吼来讲，医学会搁较进步啦。咱是讲咱有人家己的大体奉献互迄个病院去做解剖，迄嘛是咧教育，是咧教育共款。所以咱拄仔咧讲吼，中央政府对即个若讲有要接受解剖的人，有一个鼓励的奖金，嘛是即个原因嘛吼。啊，这是促进医学的进步。啊，若无就是大家拢唔知影啊，啊无法度讲啊。啊，当然你若要讲疫苗会当做啥物人，啥物人袂当做，
你若甲讲，一个人国体拢是一个特别的人。啊，那你来讲紧3000几人会使做呢？啊，3000几人以外拢袂使做。你若要咱讲就变做安尼啊呢？所以咱嘛是讲啊，这个人他会当普通其他人嘛，大概拢会当做。咱普通地当安尼讲呢，啊，若无你甲讲，甲迄做第2期3000几人会当做。其他3000几人以外人拢袂使做，因为一个人拢无共款啊。你个性无共款，血型无共款，你啥物基因嘛拢无共款啊。是啦，每一个个体差异有够大的大吼，是啦吼，所以咱讲到，拢无共款啊。这妹妹角角啦吼，这个政府嘛要考量落来，头底啊吼，所以这个高端的部分吼，咱有讲叫做民意调解啦。即阵台湾医师会啦，已经准备要交日本医师会、韩国医师会，伫9月份办一个民意调解。一个经验分享的研讨会，我相信。天会开，梦才做一半，搁经一时，等咱相会，我请你。还平安哦，部长。